入軌發道。喺200米後，用右邊兩條線轉左入7號幹線觀塘道，然後直行。轉啦，右邊嗎？轉左，然後用右邊兩條線直行入7號幹線觀塘道。用右邊兩條線直行入7號幹線觀塘道。呢條線啱㗎啦。然後用右邊兩條線直行到牛頭角。用右邊兩條線直行到牛頭角。喺700米後，用左邊兩條線離開到出口5C九龍灣。左邊離開到出口5C九龍灣，然後用左線轉左入勵業街，往郵輪碼頭、香港兒童醫院。用左線轉左入勵業街，往郵輪碼頭、香港兒童醫院。
回旋處第一個出口離開入郵輪碼頭。喺400米後，用右線轉右入成豐道。到啦，全部一模一樣樣嘅啫。到啦，我覺得佢啲設計都全部一樣樣。好近。而家2:25啫喎。泊定架車先講嚇。130米燈位。轉右入成豐道，然後喺回旋處第一個出口離開入成豐里。呢度已經係。黃色。直去。呢架車啊，去嗰度。呢度應該係成豐里去回旋處喎，使埋一邊望一望先。去先呢？有寫幾多號啊？成豐里2號啊！我停一停喺度。喺回旋處第一個出口離開入成豐里。第一個出口嘛，啱咯，轉咗咯。呢度冇得轉喎，第一個即係嗰度嚟。哦，好啱。嗱，佢咁行啊嘛。係啊，你以為呢個係咧？係啊。哇！你小心大車喎。我睇緊咯，我都冇啦，我等佢行下先。但係呢度似入去咩？邊座？停喺嗰度啊！到咗啦，好，目的地係你左邊。呢度入噶喎。係啊。呢度停。我問啦。我問啦。拍架。你係？哦，登記啊？唔係登記去。啊？哦，得㗎啦。哦，OK。周師傅，小心啊！即係要拍喎。嚇？係咪冇拍啊？冇得拍。唔使拍㗎啦，唔使拍㗎，出拍啊嘛。佢幫佢 wet 咗嘛先。呢啲嘢使唔使攞上去？唔使攞上去。袋埋先啦，應該就唔使嘅呢度，係咪呢度？係。葉下邊係卸貨區，唔係啦。佢話右邊嘛，時租嘛。嗯。呢個時租邊個？唔係邊塊183呢㗎？你呢個呢個收樓業主專用車位，係咪啊？係咪時租嗰度？我想揾呢啲咯。係度。我冇，喺度住緊。我有機會嚟睇下新樓都幾開心嘅。佢話呢度拍走嗰陣時要自己拍還拍呢度。馬仔。在回旋處。小心撞到啊！轉左。
你夠唔夠膽擺喺出邊3個鐘？手膽。喺迴旋處第2個出口離開入城風道。即係嗰度。嗯。喺200米後，轉左入啟德橋道。200米未到，70。轉左入啟德橋道。呢度。後邊嗰個都係轉。有線嘅話唔好太啦。睇住。喺400米後，喺迴旋處第2個出口離開入香港兒童醫院九龍灣。即係頭先嗰條路咯。嚟嗰陣時一樣。啲嘢叫佢得意。我全日未食過嘢我都暈。慘啊！喺迴旋處第2個出口離開入香港兒童醫院九龍灣。喺300米後，用左邊2條線轉左入長業街。即係有啲暈。做緊嘢時唔覺嘅，一停咗咧咪覺咯。轉左入長業街。有機會可能會嚟啊嘛。右邊。用右邊2條線轉右入海濱道。喺200米後，用左線轉左入順業街，然後轉右。轉左入順業街，然後用右邊2條線轉右入偉業街。